今天是2005年5月28号，藏文课是第42次。今天咱们这节课学这个书上80页第20节及物动词。学习之前呢，咱们先把上节课的复习一下，翻到76页，看第二个句子啊，从第二个句子，上节课是从这儿开始的是吧？对。记得却全那样。记得却全那样。爱其行度孽了。爱其行度孽了。却托巴前内。却托巴前内。七日翁哦。七日翁哦。驴抬了大米对吧占度。驴抬了大米对吧占度。脚呢，才是给囊度送的。脚呢，才是给囊度送的。七碗钱。七碗钱。看不大你给讲。看不大你给讲。给别写切借吧行动。给别写切借吧行动。Q吞梦度血内。Q吞梦度血内。即讲米柴碗切手。即讲米柴碗切手。可让邻包他们借七日翁了。既让邻包他们借七日翁了。让给康巴涅巴尔开西。让给康巴涅巴尔开西。打你让他的。打你让他的。第二才骗了。第二才骗了。全巴尔开。全巴尔开。一把剑客。一把剑客。可儿缺了。可儿缺了。普约巴尔开西。普约巴尔开西。新月康巴。新月康巴。普堂龙卷。普堂龙卷。康堂记他们借了。康堂记他们借了。马恰巴尔开西。马恰巴尔开西。可两岸堂几巴尔马借记。可两岸堂几巴尔马借记。迪拉克。迪拉克。米嘎瓦尔马借记。米嘎瓦尔马借记。翻过来。蒙给亚呢？蒙给亚呢？您把你美马儿做讲。您把你美马儿做讲。汉巴没给。汉巴没给。塞多娘呢？塞多娘呢？雪巴儿塞那马雪多。雪巴儿塞那马雪多。秋天盖瓦儿米女台。秋天盖瓦儿米女台。家错盖给卡拉雀。家错盖给卡拉雀。临别来了潘百多眷属。临别来了潘百多眷属。塔色塞北开瓦。塔色塞北开瓦。三丹塞北雪东。三丹塞北雪东。路给菜差索。路给菜差索。民主巴尔主都就。民主巴尔主都就。打你家错亲包儿。打你家错亲包儿。人包切人都着的。人包切人都着的。家错亲别囊了。家错亲别囊了。给信都忙为。给信都忙为。可我可让米可儿给对没。可我可让米可儿给对没。邻包热钱呢。邻包热钱呢。拉金呢。拉金呢。你妈忙包儿。你妈忙包儿。有龙做白讲。有龙做白讲。去白特马捏。去白特马捏。马太大卡尔破讲。马太大卡尔破讲。龙亲包汤炸碗儿。龙亲包汤炸碗儿。开龟娃米土把梅。开龟娃米土把梅。我扔了那边。我扔了那边。浪包切太。浪包切太。翻过来。心给哈提。心给哈提。
참새나 총도 참새나 총도 태모지 윤배 태모지 윤배 강라 마추대 강라 마추대沙拉给 沙拉给。这节课咱们就学整整这下边这一节啊，及物动词。这个及物动词的这个语法现象呢比较普遍，就是都是最基本的、最主要的、最常见的。这个他这有一个解释，什么叫及物动词呢？他说能带表受动意的直接宾语的动词为及物动词，就是说这个动词呢，它要涉及一个直接宾语，就是它要有一个动作的接受者，直接接受者。这个及物动词做谓语的时候呢，主语要用句格，这是一般的规律，但是也有特殊情况。咱们看下边啊。第一种语法现象是最基本的，就是说及物动词做谓语时，一般主语用句格，直接宾语用主格。直接宾语就是什么都不变，间接宾语用叶格，就是加拉丁，加个拉，或者是拉的这个变化形式。这个间接宾语呢，一般表示这个就是一些这个就是附属性质的那个说明。语序一般是主语先说主语带句格的，再说间接宾语，最后说直接宾语，紧挨着动词，动词跟直接宾语挨着。间接宾语相当于先说明一些其他的情况，然后说对谁做什么。咱们看下边的例句啊。第一个，这个咱们学过，是俺恁脚巴了，三小扛起。你看咱们这主要就是这个句子咱们了解了，是俺我恁脚巴了瑜伽行者，秦是给，这个给什么呢？给了这个金子，学是钱，扛是一，给了1000金子，这是直接动词，直接宾语，就是给金子。给谁？这是间接宾语，就是给这个瑜伽行者。所以它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句子，就是先说主语，谁做这个，谁发出动作，说啊加，所以它加句格加个撒，是哎。先说主语，然后说间接宾语，就是给谁，给恁脚巴了，恁脚巴了，这个间接宾语用叶格，叶格的意思就是加个拉丁，拉丁表示呢，就是这个动作是间接的，是针对谁的，就是对谁作业，叶格的意思就是对谁作业，这个他给金子呢是对这个瑜伽行者作业，所以就是在他身上发生作用，所以呢间接宾语用叶格。直接宾语呢不变，直接宾语用主格，就是什么也不加，这就是直接宾语，就是动词直接涉及到谁，动词是秦，这是谓语，秦直接涉及到谁啊？直接给金子，这是直接宾语，所以它不变，塞就是金子。这是一个标准的这个句型，就是把这个语法关系明确就行了。下边咱们再读一遍啊。俺恁脚巴了，三小扛起。这个拉是叶格吧？拉是叶格，对，就是对谁作业就拉谁，拉前边，对拉前边那个作业，这是间接宾语。下边看第二个句子。좀 된 대기 균가 워라 가 제바，这也是咱们学过的句子，这个句子可能没学过，但词儿都学过。좀 된 대是世尊，기是句格，这就是世尊是主语带句格的，他做了一个及物动词的动作，就是说他这个动作要涉及到这个叫受动者，或者叫这个直接有一个他设计的，他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到最后找是在吧是说，说的敬语，
他说什么呢？直接宾语是说话，嘎，说这个嘎，所以他这个动词呢，他说什么？说话，直接说出来的是话，话是直接宾语。这个直接宾语呢，用主格，就是不加任何变化。再吧，就是世尊说话，这就完成了一个句子的主要结构。然后它还有一个间接宾语，就是对谁说？对根嘎沃，根嘎沃是谁啊？阿难。阿难。对根嘎沃说，这对根嘎沃说这个对谁说？这不是直接宾语，因为它不是说阿难，它是对阿难说话，话是直接宾语，阿难呢是一个间接宾语，就是对阿难说的话。所以呢，这个间接宾语要用一个业格，就是对谁说，对谁做这个动作，对谁做这个业，对谁发生作用，所以它叫业格。又是一个标准的句子，就是主语用句格，间接宾语用业格，直接宾语不变，最后是谓语。再来一遍啊。Jomnen degi. Gün ga wo la. Ga zai ba. 世尊是主语，然后说是谓语哈。对。话是直接宾语。那个阿难是间接宾语。对。阿难是全部都喜欢的意思。均嘎是都喜欢，普遍喜欢，普遍喜欢，加个沃就是人，那个叫变成名词是吧？就是大家都喜欢的人，起的这个名字很好，实际上也是大家都喜欢啊，人这个名字也是有因缘的。这个下边看下边那个语法的说明啊，说主语上所加的句格助词，在不影响师受关系误解的前提下可以省略。就是说，如果要在这个句子里头呢，谁是主语，谁是宾语啊？谁是叫师受关系？谁是施动者？谁是受动者？这个关系不会产生误解的情况下呢，那个主语上的句格呀可以省略。有时候他为了说话简练，他省略。咱们看下边的句子啊。K 大把人云了。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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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你们。这个 K 呢，也可以是你，也经常可以用在你们。那个 K 就是你，这个 K 是你或者是你们，就是可以指多数，还可以当这个敬语，就是您，还可以当您，这是 K 跟 K 的不同。你们本来这个句子里头啊，这个你们是主语，要让他们这个做动作，但是呢，由于这个就是说，在这儿这个主语呢，因为佛说这个话呀，别人不会误解是让谁做动作，所以呢，他就不带句格了，就直接就是 K， 这就是主语。让 K 干什么呢？这是一个命令式，让 K 干什么呢？让 K 这个云是什么呢？云就是听的命令式。听的这个现在式呢，就是把那个哪若去掉，就是年，年吧，就是听的现在式。如果要是这个加上哪若呢，就变成了命令式，就是你们听，你主谓都很清楚。这个听前边呢有一个状语，就是形容动词可以用状语，就是怎么听。要大把儿，就是经常的，这个大把儿的意思，最主要意思是经常的，经常不断的。这个在这个地方用在这儿，佛说你们要经常不断的听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经常的听，是说你们要在这个作意上啊，要不断作意，就是说你别那个听一会儿这个想一会儿那个，你要这个就是一句接一句的，不要这个注意力不要断，是这个意思。
就是要注意力经常不断的这样来听，实际上就是说你们要认真听。这个为什么这个地方那个要加个拉呢？咱们前头碰到过一次这个语法现象，就是如果连续两个命令式，中间呢要加拉。就是如果连续发两个命令，连续这个发两个请求，连续两个祈使句，中间要加拉。这是现在呢佛说这个话呢就是连续两个。第一句说你们要仔细的听，拉后边还有一个命令是什么呢？信度宜了怂喜，信度宜了怂喜，信度宜了怂喜，信度宜了怂喜。这个信度是非常十分，是吧？就是加强的。加强后边这个动作，后边又是一个命令式，后边的命令是什么呢？是宜了怂喜。这个主要的词是这个怂，怂是什么意思呢？怂是这个对，是那个抓住那个词儿，就是它的那个怂是它的这个命令式，它的那个现在式是紧吧，紧吧，紧吧的写法是啊沃查铁固紧那紧扎擦查，那个第三个扎擦查就是那个卡加一个小旗子，那个查铁固紧那紧，沃查铁固紧那紧，就是抓取，抓住取来，主要意思是抓取。还有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是这个默记。第一主要意思是抓取，抓住执着，就是这个握住，这是第一个主要意思。第二个意思是默记，就是记住，记住，就是这个你抓取嘛，你要是抓取物质的东西抓到手里头，抓取这个精神的东西呢，就是记到心里头，抓到心里头。前边那个字你看宜了，宜是心，是吧？心一时，宜了就是在心里头，往心里头，记到心里头，记到心里头。最后一个词系是命令式的语气词，就是连续发了两个命令。这个记到心里头前头还有一个信度，就是要牢牢的记在心里。这是佛说的话，可以跟上边是接起来。世尊对阿难说道，世尊对阿难讲法的时候啊，好多时候前头都要先说这一句，是吧？这个经里头译的叫什么？叫谛听，谛听是怎么着哈？就仔细听，仔细听。这儿呢，他就是这个周老师他们就按照世间这个语言来翻译了，就是你们仔细的听，牢牢的记在心里。然后那个佛经好像一般是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善思念之就是很好的思念嘛，就是你在脑子里要好好的思考它，也是这个意思。这是这个就是译成了这样的话，这是这个就是你主要是把这个意思要理解准确，这个用什么语言这是那个第二回事了，最主要你把这个意思理解准确。咱们现在看它的语法意义，就是说什么呢？说这个如果这个主语要是不会被误解的话呢，主语有时候可以省略句格，就是这个意思。K这是主语，现在就省略句格了，因为它不会误解，因为这没有出现这个其他可以引起这个误解的词。下边咱们把这两个命令式再读一遍啊。K大把儿匀了 K大把儿匀了 K大把儿匀了 K大把儿匀了，信度宜了怂喜，信度宜了怂喜，
信度伊拉松西。信度伊拉松西。哎，这是一种语法现象。他又举了一个例子，说雷谢七八塔来讲，雷谢还记得吗？哎，对，雷是好的，谢是说好，就是很好的说法，那就是这个格言。对，七八这是新词儿，七八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儿童、小孩儿。七八是儿童小孩，是1到8岁的这个小孩子。这一类的小孩子主要强调他什么呢？就是这一类的小孩子呀不懂事儿，1到8岁的小孩子属于不懂事儿的小孩子，所以这个词呢经常被转译为就是又那个引申出一个意思什么呢？就是凡夫愚人，就是笨人，没有智慧的人。哎，凡愚，这个凡愚，哎，凡夫愚夫，哎，愚蠢的人就是这个没有智慧的人。两个意思，一个是1到8岁的这个不懂事的孩子，一个就是比喻成咱们凡夫愚痴的人，就是没有智慧无明，哎，就是这个没有智慧。七八，这个塔就是门是吧？复数，哎，有很多。来是从孩子们将也，他这缺少动词，就是格言从孩子们那里说出来的，从孩子们那里，这个就是来本是从什么地方哈，但是它没有动词，因为它是那个格言嘛，所以它本身是格言，这个7个字它受限制，所以他就说格言呢，即使将有即使是从孩子们的出来的，哎，他没说从哪儿出来，就是从孩子们那儿出来的，就是从孩子们那儿说出来的，你从儿童那儿唱歌唱出来的，哎，你听见了之后呢，后边注意啊，是开巴纳米，永素人，哎，开巴是什么呀？哎，学者，智慧的人。那么是复数，你是口语气词，说这个学者们呢，永素人，永素是完全的、全部的，哎，永素是一个副词，形容动词的，就是十分、完全、彻底、全部，就是这个，就是永素，哎。这个永就是那个十分完全彻底啊，全部啊，这个苏就相当这个加一个拉丁呢，就相当于汉文里的土也地，就是完全地，哎，用它做状语来形容后边的那个动词人是什么呢？次回是一个意思，最主要意思啊是取，人是拿，哎，人取拿到。咱们来看看这2句的意思能不能理解下来啊？第一句是格言将，即使是从孩子们那里出来的，就说出来的唱出来的啊。开巴纳米，智慧的人们呢，永素林他也会全部拿过来，也就是他译的叫全吸收。哎，你自己这个怎么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真正这个好的话呢，不管谁说出来，智慧的人他一听啊，他就会把他这个全部接收过来，就这个意思。这个的语法现象指的什么呢？就是这个第2句的开头开巴纳米，就是本来它是主语，它这个人呢还是个这个及物动词，就是取拿什么东西，它可以带这个直接宾语的。
按道理说这个主语就应该加句格，但是因为在这个句子里头呢，它没有出现这个不是没有出现了，它的直接宾语是在最前头来现，就是取这个格言。因为在这个句子里头啊，人们绝对不会颠倒成说是格言取质者，是吧？它这个主语跟那个直接宾语啊，人们绝对不会误会，所以呢，他就可以这个主语啊省略这个句格，就这个意思。大家都知道。对，就是因为他那个加句格，主要是说它是主语。如果那个主语你谁也不会误解的话哈，他就有时候就可以不加，就是这么个语法现象。所以你看到开巴那么你就不用加给，庸俗人就行了。读一下啊。雷谢七八塔来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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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巴那么你庸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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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再翻过来看第5句，上边这个语法说明是在主语上的句格助词不省略的情况下，宾语也可以提到主语前面。因为这个咱们前面讲了，藏语的句式呢，一般是先说主语，再说宾语，最后说动词。它这个最后说动词呢，一般好像不太动，但是那个宾语呢是在主语后边。说如果这个主语的句格这个不省略，那你肯定搞不错这个主语跟宾语的时候啊，宾语可以拿到前头去。为什么要把宾语拿到前头去呢？因为有些句子里头啊，它需要强调宾语，它不强调主语，它强调这个东西如何如何，强调宾语，它就可以拿到前头去。因为拿到前头去，它虽然语序不同，但是呢，因为主语带句格，所以你绝对也不会误会。咱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什么情况下它强调宾语啊。却给卡欠给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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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给是你的，卡欠这是一个词，就是遗嘱，就是下边那不是下边有那个翻的遗嘱，卡切就是遗嘱。顺便说一下，如果卡切如果要是这个切呀，光要切，不要后边那个马撒，不要这个后边这个后加字，光这个卡切很简单，就是俩字母一个整报的话哈，这个是一个地方的名。什么地方呢？就是克什米尔，就是那个咱们佛经上经常也叫加什弥罗，就是现在那个阿富汗境内啊，有那个对，有个大佛，那个地方被那个阿富汗那个塔利班给那个炸了的那个，就是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啊，是这个瑜伽行派的这个故乡，吴卓世钦他们的就是那他们故乡，他们在那儿那个就是发展的瑜伽行派克什米尔，当时是很有名的，这个佛学水平也非常高的。好像是这个大毗婆沙论呐，500罗汉集结的那个呀，好像就是在那地方集结的。不是集结之后还不让那个传出去，什么后来那个谁去偷去怎么着，反正这个就是克什米尔，这在佛教史上这是非常这个辉煌的一个地方啊。卡切但是加上2个后加字麻撒呢，就成了这个卡切就成了遗嘱。这样这个也可以多记个词，讲个故事来回呢，你也可以多一些这个联系啊，多一些记忆。你的遗嘱，然后后边遗嘱后边呢又一个的，就是你的遗嘱的一个信。遗嘱的它这是信，实际上也在这个地方就是指，就是说那个遗嘱的那个文件或者那张纸或者什么，就是指的那个文件了。这个你的遗嘱的信，你的遗嘱的文件这是什么呢？这是宾语。后边你看苏奇
苏齐。苏齐。这个苏不加撒，后加字撒的话，光这个苏是谁，加上撒是句格，就是这是主语，就是谁，后边是谓语，后边齐是如果不加撒是这个现在时，加上撒是过去时。齐是什么呢？就是写，谁写的？这是问话，就是你的那个遗嘱呢是谁写的？哎，这是个问话，谁写的？你要看这个主宾关系呢，谁是主语，写是谓语，信是宾语，是吧？一般是主语先说，但是他这儿呢不强调这个，就是没有把这个谁放在前头，他那个强调的就是说你的那个遗嘱啊是谁写的呀？哎，他那个人说话的时候是强调重点不一样，他这个地方先强调他那个遗嘱，说你那个遗嘱谁写的？哎，所以他把那个遗嘱先拿到前头去。虽然他拿到前头去，但是呢，你因为他一个是主语带了句格，谁写的遗嘱？哎，这个主宾关系很清楚。再一个，你也不会理解成说信写了谁，你也不会。所以呢，他这个就是不会误解的情况下呢，你那个宾语可以拿到前头去，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人们说话习惯，有时候他强调宾语。要是不拿前头就是苏，然后缺给他欠给一个切。哎，对，一样。问的话的意义是一样的。哎，就是主语是谁？谁写的遗嘱信啊？你的遗嘱信啊？哎，但是他这个人有时候说话呢，他强调重点不一样。到时候上来就是你的那个遗嘱信是谁写的？哎，我也这一口。哎，对他这个问的时候，他就那个强调不一样，就变了顺序了。但是只要他这个句格什么都带着，所以他就不会误解。有时候不带句格也不会误解。好，咱们来读一下啊。缺给他欠给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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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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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就是问话。下边啊，这也是咱们学过的句子，叫牙啦在塞帕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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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ham索马热亲呢，缺ham索马热亲呢，缺ham索马热亲呢，缺ham索马热亲呢。这个牙啦是间接宾语，对吧？不是直接宾语，就是给谁东西，给我，对着我作业，业格嘛，这是间接宾语，业格前边都是间接宾语。牙啦是间接宾语，现在呢，他把这个间接宾语呀，直接给提到最前头去了。就是说，一般不是先说主语嘛，他这是先说间接宾语，哎，强调说给我，哎，牙啦。所以呢，就是说直接宾语可以直接提到最前头，间接宾语呢也可以提到最前头，只要这个不会产生误解的情况下。拿了给我什么东西呢？这个后边啊，在塞帕妹，在塞是那个泽塞是那个米拉日巴的未婚妻是吧？哎，在塞是他的名字。米拉日巴未婚妻的帕妹就是父母。然后帕妹带了个撒，就是加了个句格，就是他的父母是主语。这个他带句格证明他是这个及物动词的主语，就是在塞的父母是主语。他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做了一个叫勤，最后那个动作是勤，就是给。他的父母给什么呢？给的直接宾语在前头。给的这个直接宾语是什么呢？是缺哈，是吧？缺是这个衣服，缺是衣服，哈是这个鞋，衣服鞋，就是泽塞的父母给衣服和鞋，这是直接宾语，衣服和鞋就不用加任何变化，主格。
然后这个可哈后边有一个什么呢？说明是梭妈，梭妈是新的，就是给了他一套新衣服和鞋，梭妈是新的。人是各一，每一个各一个，各一个就是衣服和鞋各一套，衣服一套那就是上下身衣服一套，鞋一套那就是左右两只鞋一双，各一套，各一套新衣服和鞋。然后这是谓语和直接宾语和跟直接宾语的形容词，然后最前头是间接宾语，给谁？给我，给这个米拉日巴。这样的话呢，这个语法现象就是说，有时候他会把间接宾语提到最前头，其他的咱们都熟悉，再读一遍啊。雅拉在塞帕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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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ham索马热琴内，却ham索马热琴内，却ham索马热琴内，却ham索马热琴内。这个琴后边加一个内，这是这个句子还没完，就是给了这个之后，它后边还会接着这个有话说，因为它这语法现象就是为了说那个间接宾语可以提前，所以呢它没多引，这个话没引完。咱们在那个前边引的时候，它没带这个内。咱们再看下边一句，这个语法现象说，有时为了突出或强调，直接宾语也可以加助词啦，就是为了突出这个直接宾语。这个直接宾语本来不用加任何变化哈，但是有时候它为了强调这个直接宾语，它也可以加啦，就是对它，就是把这个直接宾语突出出来。咱们看这个什么情况下需要强调这个直接宾语啊？咱们来看下边句。记得打给，记得打给，记得打给，记得打给。菜娃儿狗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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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的意思是记得，咱们前面学过，是假如即使，是吧？两个基本意思，一个是假如假使，假若若是，一个是即使即使如何。咱们上一次用的那个是即使的意思，这次是用假如的意思，就是若是假如假使。假使打给就是我是主格，这个主语嘛，打给加了句格。假使是由我做了个什么动作呢？猜娃儿，比如呢，猜娃儿，猜是这个掐猜落那个猜，掐猜落的猜呢，最基本含义是做，就是做一个动作，做。掐是手，做手就是手做一个动作，就是敬礼，顶礼。这个最基本含义是做，里头还有一些其他的意思，咱们这儿呢就不再多讲了，原来讲过，就介绍一个，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吃饭的吃，猜还有一个意思是吃，这地方就用的吃的意思，猜哇就是吃。比如呢，这是为什么要用给呢？这就是这个叫自主动词表不自主，就是形成了吃，造成了吃，就是由于因缘聚合造成了吃的情况。为什么要用这个把这个自主动词用一表示不自主的意思呢？因为这又是一个发誓，是一个不情愿的发誓，就是什么呢？内容不知道了，咱们可以这个猜到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不应该吃，结果呢被人吃了，这个时候就可能是说是不是你吃的？他就说如果是我吃的话，就发一个毒誓，就是证明就是说不是我吃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吃啊，他就不是那个就是说主动的去吃的，就是说如果最后那个是拿，如果就是比如咱们说主要是变化形成就是如果形成了我吃的这种结果，那可能是不小心误吃啦，不小心或者什么反正就是说不情愿的吃。假如是我吃的话，表示我这个就是说即使我吃也不是那个就是说我就是直接想吃，肯定这个东西谁也知道不应该吃，可能是大伙儿的共同有的东西吧，所以呢他这个用了一个就自主动是用一个不自主的形态，就是如果我不自主的是由我吃了的话，就这表示这么个意思。这下边就是如果是我吃了，下边该发读式了，说打卡尔盖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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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就是我，就让我，后边是孝记，孝记就是那个命令式了，就是让我怎么着吧，让我怎么着呢？让我打卡尔盖盖，就是卡是任何，就是这就是指地方了。拉是拉丁，就是盖是升到什么地方，升到任何地方，不管升到什么地方，将就是不管升到什么地方也，发了这么个誓，就是说让我不管升到什么地方也会出现下边的情况，什么呢？就是打给瞎了，打给瞎了，打给瞎了，打给瞎了。注意这个地方印漏了一个字儿，再加一个打，就是那个跟前边这个打是一样的，在这个拉后边再加一个打，就是这一行的最头上这个打，就是帕沃塔卡达，最近不有的吗？拉后边没有啊，瞎啦拉跟撒瓦日之间再加一个打，再加一个打，再加一个我，这地方是印漏了。加好了之后咱们接着来啊，加好了之后呢，先读前边这一点啊，是打给瞎了，打给瞎了，打给瞎了，打给瞎了。我的肉拉，这是一个拉丁，拉丁本来是加在这个间接宾语前边的，是吧？叶格，但是现在呢，他为了强调，就让我不管升到哪都让我自己吃我自己的肉，他为了强调这个是自己的肉，他在这个肉后边加个拉，就是为了强调突出，我要冲着自己的肉吃，我要吃到自己的肉上，就是拉不是主要表示方向，对着谁向着谁，就是向自己的肉那儿去吃，这个加一个拉带有强调的意思，然后后边呢咱们加了一个达啊，接着读达撒瓦尔孝记，打撒瓦尔孝子，达撒瓦尔孝记，打撒瓦尔孝子。对着自己的肉，然后呢谁来吃呢？达又一个达，我来吃，我是主语，这个地方呢它不加句格呀也不会误解，因为什么呢？他的肉不会吃他，只能是他吃他的肉，所以他不会误解，所以这个地方就加个达就行了，不用加句格。达干什么呢？撒瓦就是吃，孝记是让，就是发誓发愿，让我不管升到哪里也会自己吃自己的肉。这句话的这个语法现象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有时候为了强调直接宾语呀，直接宾语前头也可以加拉，就是好像咱不是说叶格嘛，造业一般是叶格放在间接宾语上，但是呢这个直接宾语也是它直接造业的一个，也可以加拉，这就是为了强调是自己的肉，所以把这个肉突出出来，它后边加个拉，把这个肉给这个突出出来，就这个意思啊。下边咱们来读一读句子啊。记得打给，记得打给，记得打给，记得打给。菜碗狗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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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卡尔给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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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给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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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撒瓦尔小鸡，打撒瓦尔小鸡，打撒瓦尔小鸡。打撒瓦尔小鸡。哎，这个语法现象就是说直接宾也可以加啦。下边再看一个句子。推菜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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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是那，那时，那是什么呀？时间余格。哎，对，就是在那时。哎，那是也可以如果，也可以是余格，也可以地点，也可以时间，也可以这个其他。哎，这就是余格，就是在那时。在那时发生什么了呢？后边看啊，给不给借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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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不是国王子是吧？给借是这个王子的名字，王子的名字，然后后边呢加句格，这个王子某某就给借就是主语了。这个给借的意思是什么呢？给借的意思是给是胜利是吧？且是能，做胜利，他经常且表示能，现在是能胜，他的这个名字的这个意思是能胜。但是这个地方呢，他因为这个太子很有名了，所以他就不译他的这个意思了，他就直接从那个范文里头啊，把范文的音译过来。范文的这个太子的名字的音叫齐陀，齐陀太子，齐陀。这个，所以呢，这是从范文译过来的音，但是在藏文里头呢，他那个译的是他名字的意思，就是能胜，就是藏族人一看呢，这是个意译。但是咱们汉语呢，为了怕这个大家不知道是谁，因为大家知道齐陀，不知道能胜。所以他就译一个比较有名的那个名字，就是大家一看不会误会，所以呢汉语里头译成齐陀了。其实呢要按藏语原译呢，应该是王子能胜是吧？应该人家译的是意译。这个王子能胜他是主语，他要做动作了，下边看啊，给龙腿大，给龙腿大，给龙腿大。那应该是少了一个，这应该是铁大，而且你从这个句法分析，它也不会是一个词儿，因为鸡字是头一个塔，后边它不能加那一堆，就是那个卡不是在后加字，所以它不可能出现这个，所以它一定是铁大。你可以中间加个点儿。给龙是什么呀？善起。就是比丘是吧？这个那些比丘就是有一大帮比丘啊，那些比丘。后边啊，觉兰在班，觉兰在班，觉，咱们学过是那个就是两个意思，一个是行菩萨行是吧？觉吧戒吧，行菩萨行，连续两个行字。再一个意思是享用，是吧？它主要是两个意思，一个是行，一个是享用。这个后边是lam是道路，是吧？这个觉lam这是一个词儿，这是一个词组。说行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举止，就是你行出来的路的，每个人一生都在走自己的路哈。你的行路就是你的行止，就是你的举止，你的行为举止。如果用现代话就是叫行为举止。如果用这个佛经里头经常译成什么呢？叫威仪。威仪就是行住坐卧，你的行止啊，这个样子，叫这个威仪。用普通的话说就是行为举止。
觉拉就是行路，就是你行的这个走的道啊，你一个人一走的道，你的这个行为，行住坐卧的样子，就这个意思。威仪。嘴巴是什么呢？也学过，是美丽的，好看的。嘴巴，这是个形容词，美丽的，好看的，华丽的，哎，就记个美丽的就行了。这个那些比丘，然后后边呢是美丽的威仪，就说这群比丘啊，这个威仪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美丽，这个就是很好看，这个就是威仪很好啊，让人看了赏心悦目，让人看了很这个受感动，就是这种威仪。然后接着看啊，它是八日啊，这个一般呢是做状语形容动词的，就是八日一般是就是后边是动词，就是八日一般就相当于土野地，就是说这群比丘啊是以这种形式的，什么形式呢？就是美丽的威仪，就是他们就是以这种这个美丽的威仪来做动作，八日。后边呢动词还没出现，动词离得还远，动词一般是在最后，这个后边还有形容词，还有这个八日啊，还有一个八日。咱们看第二个八日啊，阻区，第二个字咱们看这个第一个字好，阻好发哈，第二个怎么发呢？中间那个鸡字啊发叉是吧？叉呢又出是吧？后边加拉变成吁，所以是吃吁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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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去练习啊，这个声音很清楚，吃吁屈，屈，吃吁屈，屈，阻屈，费这么大的劲儿，这是个什么词儿啊？神变，神通啊！所以你练神通不容易啊，所以你得这个费劲儿，咬嘴啊。阻屈是神通，阻屈是神通。这个屈啊，这个难发的这个音呐，就是神通，它本身就是神通，阻屈就是神通。这个阻呢，它是基本含义是变化，阻是变化，还有一个意思是假装，就是假装，就是伪装、假装两个意思，一个是变化，一个是伪装、假装。现在主要取它变化，后边那个呢是这个屈，就是神通变化，所以这个整个这个词呢可以翻成神变啊，他这翻的就是神变。后边这个屈呢，它的基本含义是什么呢？也是变化，但是它这个变化呢有幻化，就是幻化师啊，屈幻化师幻化出很多这个东西来，变化幻化。这个阻屈呢，两个都是变化的意思，加起来还是变化的意思，就是神变，神通变化。这个阻屈咱们学了一个词儿啊，记住这是神通。阻屈咱们接着看啊，咱们再来读一读啊，这个发音不好发。阻屈，好，接着往后读了啊。阻屈给多给，阻屈给就是神通的多是力量，对，神通的威力。给这个是句格，就是工具，就是他们用神通的力量。这群比丘啊，他们使用神通的力量，使用神通的威力，就是他们
用神通来做这件事儿。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看后边啊，他们用神通来做了一件事儿，后边是南卡勒翁巴，南卡勒翁巴尔，南卡勒翁巴尔，南卡勒翁巴尔。南卡是什么？天空。天空，这两个都是天空，合起来是天空。来是从，是吧？哎，从格就是从天空。翁是来。哎，翁是来，翁吧是来，从天空来，就是这群比丘啊，以非常优美的威仪，用神通的力量从天空来了。那就是怎么来的？飞来，哎，飞来的，从天空来了，空中来的。然后后边啊，八日通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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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之后，谁看见呢？这才是全句的主语。这个齐陀太子，全句的主语是齐陀太子，他加了给，他的谓语是通，是这个齐陀太子看到了八日前边的东西，看到了那个闸，看到了这个前边的东西。前边的东西呢，注意是什么呢？是看的直接宾语，是吧？直接宾语本来可以不加拉的，不加这个拉，但是呢，他为了这个看到的宾语呀，太神奇了，这个太难得了，太少见了。他为了强调他看到的这个很少见的这种景象啊，他给这个宾语直接宾语加了个拉，拉也是拉丁的一个变化嘛，所以呢，就是为了强调直接宾语，可以给直接宾语加拉，就是这个意思，语法现象。哎，就是他有时候对这个直接宾语啊，特别强调，特别重视，特别想突出它，这个时候可以给这个直接宾语加拉，有这么一种语法现象。所以这个八日，这个拉就是给直接宾语加了个拉丁。说看见了什么呢？看见了前边的东西。咱们再过一遍啊。齐陀太子看见什么了呢？他看见这个整个前边，你看啊，说那些比丘是吧？优美的威仪，这个他这个优美的威仪是八日，这个八日是什么呢？也可以说他看见了他们优美的威仪啊，也可以说是直接宾语，也可以说什么呢？这个也可以是，我想啊，可以做状语嘛，就是他们以优美的威仪，用神通的力量从空中飞来。你看他这个下边译的呀，你看译的就译成状语了。说那时齐陀太子见到那些比丘凭借神殿之力，风度翩翩地，是吧？他把它当成状语了，风度翩翩的从空而降，从空中来了。然后看见这个之后呢，齐陀太子注意后边啊，看见之后，之后，哈巴日嘎咕嚷的，哈巴尔嘎咕嚷的，哈巴日嘎咕嚷的，哈巴尔嘎咕嚷的，哈巴日是加长语，就是十分殊胜，这个高级，反正更上一层，这个反正就是非常厉害，就是这个哈巴就是加强了，就非常干什么呢？非常这个嘎咕嚷的，嘎咕嚷三个词啊，全部都是高兴的意思，加在一块儿人就是非常高兴，哎，嘎也是高兴，咕也是高兴，嚷也是高兴，都是高兴。嘎咕嚷就是高兴啊，这个兴奋不已。对，就是还前边还有哈巴尔了，是倍加欢喜，就是非常的高兴。嘎咕嚷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词组，高兴的意思。说齐陀太子一看这群比丘啊，从风度翩翩从空而降啊，看见之后非常高兴。后边还没完，嘎咕嚷呆就是一个顿号30这个停顿，后边还有是什么呢？我们擦麦度丢呢，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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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擦是什么呢？我们擦就是奇异神怪，
就是奇怪吧，用这个咱们最平常的，就是很奇怪啊，很惊奇啊，惊奇，用惊奇比较好，记惊奇吧。好，它后边下边就是惊奇，我们它就是惊奇，这个麦读，这个麦是因为那个麻加了上加字之后就读平声了，后边一加它又去声变成四声麦读。这个麦读是什么意思呢？是精美优良，精美优良，稀有，很少有的。它是形容这个我们擦的，就是我们擦是惊奇，少有的惊奇，这个非精美优良，有这个就是非常的惊奇。图是后边比如要求的，就是变成了这样的状态。齐托太子啊，看到之后非常高兴，变成了非常惊奇的状态。这个一加比如变成了动词，就形成了非常惊奇的这种表情啊，这种感情啊，这种感觉啊，就是后边哪肯定还是后边，就是说句子没完，这个之后，然后他还要做什么动作？咱们引的呢就到这儿了。这个刚才说过了，这个语法意义就是说画的横线的前边的这个到最后说发日，这个啦就是看见了什么，本来是直接宾语不用加这个啦的，但是他为了强调他看见的这个些现象呢，给这个直接宾语也可以加个啦句，这是语法现象。整个句子的意思呢，咱们再来过一遍啊。说在那个时候，能胜太子他呢，咱们就过了这个横线上边，看见了一些东西，是吧？看见这个东西之后呢，是非常的高兴，变得十分惊奇啊，就是说这个非常惊奇，哎呀，真新鲜！看见什么东西这么高兴，这么惊奇呢？这就是横线上边的，这就是直接宾语，全部都是直接宾语。他看见了什么呢？看见那些比丘以优美的威仪啊，用神通的力量从空中过来啊，从空中飞过来。所以这个信佛呀，有几个因缘，其中有一个就是看到佛的威仪哈，还有一个好像是看到神通，看到佛的神通之后，像这个阿难呐出家就是看到佛的威仪特别羡慕，一看哎呀佛真漂亮，真这个真好啊，他就要出家。实际上这都是善根所致了。这一句就完了，这一句咱们来读一读啊。提猜呢，给不给借给，给龙铁大，觉浪在本，主持给多给。南卡来翁巴日通呢，哈巴尔嘎古让的，我们参麦度狗呢，好，那就休息一下。